傳承172年的基隆中元節，這基隆開基老大公廟下晡也舉辦開看門儀式，代表着這中元祭典正式開始咯。接下來有普渡、放水燈等等儀式。也若講到這新的都城隍廟，也遵照傳統，在咧舊曆的7月初一主時開好門，或者部行眾生會當來到陽世間接受眾人的供養。接下來要暗訪廖景等活動，要讓民眾做伙來感受到傳統的信仰文化。宗親代表甲門開開，這是基隆老大公廟拜謝下晡舉辦的基隆中元節重要的活動——開看門儀式，代表中元節正式開始。現場嘛吸引真濟外國遊客來參加，印象深刻的體驗。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應該也會推薦朋友也過來參加這個中元節的儀式。想要開這個看門，就是這內底老大公較好兄弟，其實是同類的，裡面迎接面出來。哦，啊，即嘛接下來的一系列吼，後迎斗燈、放水燈吼，就是放水燈就是請帖啦，就是剛才講意思，請這個老大公出來食這個普渡。基隆中元節是國家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，其中上重要的放水燈會在8月26暗時舉辦。基隆市政府講，希望透過傳統的儀式，延續172年的重要文化。啊，那拜三下暗，新店消防廟嘛會照傳統儀式開好門。時間一到，師公按照傳統儀式準備來開好門，也都是民眾所講的開門，代表7月中元祭典正式啟動。我感覺農曆7月辦這個活動，我感覺真好，真有意義。農曆7月1號，開門一開呢，也就讓好兄弟出來放假。放假出來的都是城隍爺有顧慮過的，都是表現良好的，所以出來不會作亂的。新店消防廟講，好門一年來，敢若舊曆7月會開，對消防廟來講是真重要的儀式，而且為好門出來的攏是表現好的好兄弟，所以民眾嘛免驚。接下來新店消防廟閣有暗訪、鑰景等等活動，讓民眾做伙感受傳統信仰的文化力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